位弟兄姊妹大家好，我而家想有些見證同大家講，係關於祝福棒佢點樣消除痛症嘅。我有一次隻手不嬲都係痛開㗎啦，有一次起身就覺得特別痛，所以咧我又用啲祝福棒，聽蔡牧師佢哋講咧就碌下，但係嗰次我咧碌得好大力，揸實個拳頭，所以又冇乜效果。但係我翻到去關愛中心，有人同我講我碌錯咗個方法，佢就同我講應該咧就係放鬆晒成隻手，然後咧揸住祝福棒咧，由成隻手嗰度由頂度碌落去。你邊個位痛啊？請問？前臂就要用中力得㗎啦，唔使好大力。我就試下，於是乎慢慢咁碌咗就都有成50次，咁真係有用。譬如話當我痛嘅時候係10，我碌完之後咧已經去到6、7，跟住第二日我一早起身我又碌下，又係碌50下到，50下之後咧佢個痛症已經去到3、4咗啦。所以我覺得而家真正係有用嘅，相當之有用啲。咁每一日我又試下碌下，碌咗成4、5日到啦，去到1、2啦，差唔多好㗎啦。所以相當之感恩，將榮耀歸給主。哈利路亞。朱家林啊，另外咧想請問咧，祝福棒除咗幫助咗你隻手之外啦，咁仲有冇其他地方嘅方面有幫助到你啊？我玩祝福棒咧，佢對我嚟講咧，佢嗰個關節啊，嗰啲教位啊，都相當有用嘅，都鬆翻好多嘅。做佢呢啲動作咧之後咧，都比較以前嗰啲關節位啊，都鬆翻好多嘅，比以前冇咁緊㗎啦已經。咁係咪日日做，還是你係日日做？我係通常間中得閒就做咯，同埋翻去關愛中心嗰度佢有堂㗎嘛，翻星期2嗰一堂咯，同埋星期5可能有空嘅得閒嘅就又跟做咯。咁你喺屋企會唔會日日做啊？打算？而家希望日日做啦。係啊，持之以恆啊！嗬。係啊。係啊，咁就輕輕鬆鬆啦，真係。係。感謝主啊！感恩。唔該，朱家林。